继续来到新闻的现场，要继续来看到台南市开山里这两天因为天狗节手机的消息变较有够呛。开山里边就有一间地成宫文化馆，因为真晚疫区都爱喷药来防疫，即马当咧展览台南孔子公庙高地清朝御厨的匾，文化馆特别用塑胶袋甲匾包起来，甲保护。 文化局员工无因甲门甲窗仔门拍开通风，互药剂散掉。这是电成宫文化馆，因为甲天狗日的疫区开山里，敢若隔一条路尔，变做喷药防疫的重点地区，嘛，互伫馆内展览的清朝的牌匾变做保护的目标。匾额的话，最早就是从康熙开始嘛，那一直到我们的光绪，然后一共9块匾额，那每一块就是都把它事先把它给封好，那再进行。 消毒的工作的话，就不会影响到匾额它本身的状况。烦恼化学的药剂会伤害加百年的牌匾，文化馆的人用塑胶布改包起来，看起来就袂输那像号码同款，嘛加做这届天狗的防疫的一个特别的光景。目前台南这个8个病例呢，在这个工作地、活动地跟这个居住地呢，都有相关，在开山里跟大同里啊，这个是2个紧邻的里了哈。 那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在同一个群聚里面。台南天狗日的疫情未开始到今，本土的病例已经增加到8例啊。虽望卫生局强调，这8个病人拢有地缘的关系，算是伫同一个所在画到的，无算拖开。不过为着互疫情袂阁变严重，市政府嘛决定要扩大喷药的范围，甲网拢消灭。记者综合报道。